喂，Jo，你試過未？做完一單 project，明明係你做晒所有嘢，但係最後老闆稱讚嗰個，竟然係你旁邊嗰個同事。哇，使唔使咁慘啊？即係我做晒所有嘢，但係 credit 全部俾咗人哋。呢個就係今日嘅主題，第6條法則嘅延續。第7條法則，讓別人為你做事，但永遠搶功勞。哦，即係教人點樣利用別人嘅勞動力，然後自己坐享其成。你講得太直接啦，應該話教你點樣有效率咁分配資源，令自己專注喺最重要嘅事情上面。聽落好似有啲道理，但係又覺得有啲陰濕。咁我哋用歷史嚟講下，你知唔知三國入面最叻呢招嘅係邊個？咪就係曹操咯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借人哋嘅名義做自己嘅嘢。冇錯，曹操嘅聰明就係佢唔係乜都自己做，佢揾荀彧管內政，揾郭嘉做軍師，揾夏侯惇去打仗。但係最後天下人淨係記得曹操個名，唔會記得荀彧同郭嘉。正正就係咁，呢個就係第7條法則嘅精髓。你負責統籌，其他人負責執行，最後 credit 歸晒你。不過咁樣落屬下會唔會好嬲啊？覺得自己被利用？好問題嘅，所以呢條法則嘅關鍵唔係淨係搶 credit，而係點樣令到其他人願意幫你做嘢。即係要識得同人分享利益，唔好自己一個人食晒。聰明，你要俾下屬一個感覺，佢哋做嘅嘢有意義、有回報，就算最後個 credit 係你攞咗，佢哋都覺得自己有成長。所以即係營造一個雙贏局面，表面係幫你，實質佢哋都有得着。你可以咁理解，就好似曹操咁，佢俾荀彧一個發揮才華嘅平台，荀彧幫佢打天下。雖然最後個名係曹操，但荀彧都名留青史。但係荀彧最後結局好似唔係幾好喎，曹操後嚟唔信任佢。哈哈，你歷史都幾熟喎。冇錯，呢個就係呢條法則嘅陰暗面。當你攞晒功勞，遲早會有人唔甘心。所以心理學入面有個概念叫 intrinsic motivation， 即係內在動機。如果你令到員工覺得自己做嘅嘢有價值，佢哋自然會用心做。冇錯，根據馬斯洛嘅需求層次理論，人類最高層次嘅需求就係自我實現。你俾員工一個機會去證明自己，佢哋就會心甘情願幫你做嘢。即係話你唔係用錢去買佢哋嘅勞動力，而係用成就感去驅動佢哋。孺子可教也，呢個就係最高境界嘅借力，令人主動為你做事，仲要多謝你俾機會。咁聽落好似幾有智慧喎，唔係淨係陰濕咁簡單。你睇下，而家啲科技巨頭個個都係呢條法則嘅高手。Steve Jobs 唔係自己寫 code 嘅，佢係揾人寫，然後攞晒 credit。Elon Musk 都係啊，佢旗下間間公司都有頂尖工程師，但外界淨係記得 Alan 個名。但係如果我哋係嗰個被搶功勞嘅人呢，我哋應該點做？我諗第一件事就係要學識記錄自己嘅工作 ，keep 好所有 email 文件、meeting minutes， 唔好俾人有機會搶咗你嘅功勞。好建議。另外就係要學識喺適當時候 stand up for yourself， 唔好怕得罪人。如果你真係做咗嘢，就要大方咁認。仲有就係揀啱老闆。如果老闆係嗰種成日搶下屬功勞嘅人，呢間公司都冇乜前途。好，等我哋總結一下第7條法則，教我哋識得借力，令其他人幫你做事，而你攞最終嘅 credit。但係同時要識得分享利益，唔好太過分，否則遲早眾叛親離。歷史教訓就係曹操叻到最後，都係因為太過獨斷獨行而失去信任。借力可以，但要有底線。記住，真正嘅高手唔係自己乜都做晒，而係識得揾啱人做啱嘅事，然後令所有人都覺得有價值。多謝大家收看到尾，下集我哋繼續拆解第8條法則。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，comment 話我哋知你想聽咩 topic。